子
上上来，上。
情。
年过去了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今天是你儿子3岁生日，妈妈想你了。随风
轻松。谢谢大家的厚爱。那么，我想我再为大家唱一段，也是我母亲祖水造的代表作《柳毅传书》的选段。
也永不散。
情夫棍吧，一定是丞相大死的。那秋儿呢？那秋儿嘛，夫人，我看丞相生得老实，秋儿将要成亲，快请夫管报，一定是秋儿大死的。我可是丞相，我快是秋儿，丞相。
丞相去定，要救什么考生？夫人啊，你要是杀了秋儿子，你好比救他母子娘了命啊！母亲。